他们也看到中国官媒用来挑弄台湾内部对立的讯息，总是很快的被特定管道传播。有人甚至以协助中国官媒录制统战节目为业，散播民主无用、以美疑军，操弄分化和对立。很多人很忧心，我们的国家还有得来不易的自由和民主，共同打造的繁荣进步，将因为这些统战操弄，一点一点流失。诚如有安尼有声，还是拄则头前麦克无开着，就是咱今仔日要来讲的啦，就是顶礼拜甚至搁较早之前3月13迄天，赖清德总统就是伫总统府开即个国安会议了后，就是有来对记者说明讲因开会内底一寡结论，甲未来要安怎处理，就是因国安会议讨论的代志。主要是针对军方、警察嘅演艺人员，才会互中国渗透立场，才会配合中国，互中国官方做即个认知作战操作的遮个人，针对即个状况，咱台湾社会政府要安怎去反应，要安怎处理啦，好因为这是3月13的代志，今仔已经是3月21了，因为嘛是有较无用的关系所以到今仔日才有时间过来做直播，来哪听哪讲啦咱就哪开讲顺续若有想到啥就往补充，嘛互大家知影一下，就是即马台湾的政府开始要处理遮个代志毋过立法院内底遮尔乱咱即马阁需要罢免，罢免了后，该补选，明年嘛阁有地方选举所以真正是即几冬台湾会足无用啦，嘛足忝的毋过咱若无关心真正台湾就互中国摕去互中国占台湾即件代志，咱1945年过后，就是捌发生过228啦。中国人来了，就是大屠杀。迄是第一摆，中华民国来大屠杀。即马咱也阁无关心2000年1945年中华民国来，2000偌济年中国要过来，要阁大屠杀一摆吗？敢阁要爱一摆安尼？这我想这绝对是咱需要去烦恼的代志咱若无去要伊这嘛，我都毋知咱会拄着啥物款恐怖的状况上好是做一摆甲处理啦，好咱先继续听如知名战略学者葛轩尼克对中国统战作为的分析，他说：“中国是透过颠覆、渗透、收购媒体，发动媒体战、心理战、法律战来分裂和征服我们。他们的企图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种下不和的种子，让我们忙于内部矛盾，而忽略来自外部的真正威胁。”赖总统讲，这其实就是有一部分因为伊真做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就是伊讲话就是爱徛伫中华民国的立场。中华民国的立场是啥物呢？就是伊嘛是爱保护遮个自战后到今嘛，自战后1945年了后，遮移民走路来到台湾的遮个难民，遮个以早中华民国的政府，蒋介石政府
走袂离的，对蒋介石来到台湾的遮个中国人，中华民国就是爱甲伊保护，毋管你是啥物人做总统，你就是爱甲因按耐好势，照顾因的权利，嘛爱去为着因的立场、因的想法，你爱去甲伊，爱去理解因，爱去配合因，安尼。事实上，遮个人到即马还阁有真济，伊毋是即马才安尼啦。因迄款人，伊可能有一世人有一个倒转去中国的迄个梦，迄个梦是啥物人？迄个梦是啥物人互伊？互蒋介石啊，中国国民党啊，中华民国的体制啊，中华民国的教育，到即马虽然讲已经有改过几摆，宪法有改啊。课纲嘛有改啊，即个制度嘛有改啊。毋过你咧读遐个教育的册的时阵，其实犹原是有真济部分，伊是咧甲你教讲，就是中国以早就是咱的土地，迄个国家以早原本是阮的，就是这就是中华民国的意识形态。准算咱即马已经是台湾人执政啊，准算即马教育已经有改过足侪摆，课纲有改啊。你看即马还阁有足侪人讲，即个新的课纲是学了无济，学白改，学白写，去中国化，de-China，毋是 de-Chinalize， 就是因会一直感觉讲。就是你安尼改愈来愈台湾，这毋对。是安怎？因遐的人抗议有效果，就是因遐的人还阁有真济，就是认同家己是中国人，伊想要倒转去中国，还是讲伊想要反攻中国，还是讲想办法甲台湾变做甲中国是同一国？伊会期待讲恁遮的台湾人全部拢爱替因去甲中国变做民主化，变做所谓的民主的中国。即件代志就是上大的问题。这其实毋免中国人、中国政府伫遐使人，也是讲伫遐甲你创叫啥？甲你乌白做即个认知作战，其实因嘛是会安尼想啦，嘿啦。你无法度改变伊的想法啦。因为言论自由嘛，咱是民主的社会，咱言论自由，伊想要安怎拢会使，伊要安怎主张拢会使，伊要安怎教伊的囡仔、伊的子孙，伊嘛会使安尼教。遮个人敢真正会爱台湾？伊较爱的是伊家己的利益，对伊有利，对伊的想法有利益的，伊就会支持，伊就会去做嘛。对伊的想法无利益，毋过是对台湾人。对台湾即个土地有利益，伊就无得靠会去做，会去支持啊！即款人伫民主社会当然这是无问题啦。像你看欧洲即马有足侪即种移民的问题，就是因移民去到遐食头路、趁钱，甚至伫遐买厝、伫遐生活。毋过伊无得靠认同迄个文化，伊无要学啊。伊伫厝里嘛是拜家己的神啊，还是讲用家己的方式去过生活啊？伊去到外口，伊嘛无要讲德语啊，伊工课用，无工课的时阵，伊嘛是讲伊家己的语言啊。教囡仔嘛是教伊家己的文化，伊嘛袂去教讲你对即个文化爱认同，你对来到即个国家，因的文化你爱认同，袂啊？伊无爱即个国家啊，伊是爱钱，爱迄个利益，爱伊会当有生活的收入。伊是爱迄个头路，互伊的利益，食迄个头路，互伊的利益。毋过伊同时伊嘛享受自由嘛。伊可能原底的国家毋是遐尼自由，伊来到欧洲，来到美国，安足爽的啊，社会福利嘛袂歹啊，伊嘛享受啊，伊会当趁钱，会当趁较便宜，伫伊本地国家较侪钱，伊当然享受啊，这自由伊会当享受，这是伊的权利，伊申请着。毋管是移民的身份，还是讲难民该保护的身份，伊是会当去享受这
无得靠伊会当去到一定的去到上较悬的迄种主管的地位，无一定有诶是有我知影是有诶，真正是较困难。嘿，毋过就是重点是讲你需要这个国家需要你徛出来，替伊讲话，守护伊诶文化，传承伊诶文化诶时阵，遮个人敢真正会徛出来做伙来做这件代志，这无一定。我认为就是伫台湾诶，抑阁认同中国，认同家己是中国人，想要甲中国统一的遮个人，因根本袂啊，甚至会揪你后骹啊。系啊，当然你伫只当面甲问的时阵，伊是讲袂啦，我袂啦，我爱台湾啊，我嘛爱台湾啊。毋过实际上，你看伊后壁做啥物代志，你就知啊。囡仔拢送去外国读册，摕外国的身份证啊，拢两个国家的身份证啊，系啊，大部分时间拢住外国啊，像马英九安尼嘛，系啊，进前迄个来荷兰港迄个李元秀嘛，李元秀嘛是啊，系啊，其他赖士宝晓，了解赖士宝伊嘛是安尼啊，系啊，因查某囝嘛是美国人啊，吼，即款的人有够济，而且上早的时阵，上早拢是迄个中国国民党中国人啊，因为因较有资源，就是乌西嘛，摕到遐个钱了，有才调伊就紧甲厝内人的身份刷去美国，变做美国人摕美国身份证了，拢送去遐。伊伫台湾，就是因为伊还阁有政治，还阁有一寡利益，伊会当报啦。所以，系啊，对无？咱即马就是咧吐槽遐个中国粉人啊，有一句话啊，伊拢叫做啥物？以美式工作啊，啥物去美国式生活，住美国式生活，就是讲你的工课伫台湾工课咧配合中国，伫遐讲一寡反美国的代志。毋过事实上，恁兜的人，你所有的财产资源大部分拢刷去美国，用美金，嘿，对，即款人足济啊，嘿，即款人若真正要战争的时阵，伊绝对是走第一个啊，伊袂留伫遮，因为知影伊留伫遮，绝对第一个互中国清算，嘿啊，共产党的手路就是安尼啊，头一个就是掠有钱人嘛，过来就是掠头人嘛，搞做代志的遐个头人，但1947年228迄冬，台湾人就已經體驗過啊，刷落來38冬的概念，嘛已經實際上用咱的先輩、咱的厝內是大人、親人，因的生命體驗過即馬若閣要閣一擺安尼，就是咱即款人死啊，係啊，所以真正就是咱真正愛來注意遮個代志。好，咱閣繼續聽賴清德總統講。数十年来，中国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没有一天改变过。不仅仅持续文攻武吓，对台湾社会的统战渗透也愈来愈严重。从2005年，中国颁布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把武力并吞台湾视为国家任务，到去年6月发布所谓的惩毒22条，将所有不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所有人都视为惩戒对象，作为伤害台湾人民的借口。最近更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再显示出中国对台湾主权日益迫切的威胁。过去这2758决议基本上这个决议就是在讲迄个战后台湾的地位，台湾这个土地，应该毋是伊的重点，毋是讲台湾这个土地是谁的，伊无讲即件代志。2758这个决议无讲到
上买即个土地是啥样诶？吼，伊是处理迄个战后日本战败诶代志。吼，伊诶迄落就是讲合约上尾啊，联合国安怎去判断讲日本是伊这国家诶发动战争，尾首是要安怎处理伊诶代志，无讲着台湾所谓诶迄落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其实即摆已经有足侪资料显示讲开罗宣言就是一个所谓诶迄当阵迄4个人开会3个人4个人快伫迄几个种草头 Churchill 甲迄 Roosevelt 就是因几个人开会了后一个记者会开罗宣言就是一个因做伙来开一个记者会安尼，即种物件敢有啥物法律的效力？法律的迄落强制力其实事实上无嘛。记者会你想要讲啥，你就讲啥，莫讲伤含啊，大家去冤家就好啊。就是你讲你了解啥，我讲我了解啥，会议中咱讨论啥物大概是啥物共识这就是干那一个安尼表达你的想法甲你的意见尔，无任何的国际化的效力。所以开罗宣言讲啥物？照开罗宣言啥有诶无诶，其实这已经是无意义啦。所以台湾战后诶地位其实是无决定中华民国来1945年来了，伊就伫台湾调集台湾诶查甫人去中国替因战争。即件代志本身就违法，因为迄当阵台湾毋是中国诶。迄当阵台湾毋是中国诶，中国是中华民国是迄当阵伊代表中国，伊是代表联合国诶军队来到台湾，暂时管理台湾。即个日本人战败了后放杀，还是讲互迄落缅军占领诶土地。因咱知影讲战后日本人就是迄当阵就是坐船转去日本嘛因有会当选择讲你要留落还是要倒转去日本倒转去日本你就是啥物拢袂当摕就是敢若是摕1000箍还是100箍，反正就是就敢若会当摕钱，所有的财产你都袂当摕走留落来就是你就是甲台湾人共款财产嘛是共款，买手嘛甲台湾人嘛是共款，拢互中华民国遐个中国人拢摕去，拢占了所以其实伊嘛无讲过了无讲真好，留落来嘛是共款所以战后即件代志，中华民国来台湾就咧做违法的工课过来就是伫捌大屠杀你伫接受人委托管理的所在，屠杀遮的人头起先就甲咱的物件，甲咱的查甫人，搁调集去替因战争日本时代，咱的查甫人已经拢互人叫去替日本人战争，拢死伫南洋，死伫战场中国人来了，搁做一摆。你讲你敢袂突然甲足袂爽过来社会资源分配无公平所有原本是台湾人、日本人的财产、公司、私人的公司嘛是共款，买手拢互因占去互因变做因的人去做主管、做头家遐的人真侪拢是毋是专业的，拢干那是甲政府官员关系较好的，无就是私底下甲你斗一寡有诶无诶，无影诶代志嘛，甲你去斗，甲你害你人互掠去了后，公司就变你诶即种代志有够侪啦所以中国人来到台湾二次大战的时阵，咱已经看过一摆体验过一摆即马要过来一摆
因就利用台湾内底到即摆还阁是看袂清，无愿意真正要来做台湾人。你要做中国人，你坐飞行机就会当转去啊。机票买的，你就当转去。你有才调，你有钱，去中国遐买一间厝嘛，毋是啥物困难的代志啊。摕遐身份证，咱看进前迄个网络，毋是有人讲，你要申请中国身份证，台湾人要申请中国身份证，足简单呢。可会当贷款，可会当2摆贷款，毋知转几摆。要做这无困难啊。所以你即摆还阁认同中国的，就紧转去啊。莫阁留伫遮要食台湾用台湾，阁要丢台湾后骹。这真正是足落的。咱继续看。过去这段时间，中国更利用民主台湾的自由与多元开放，吸收黑道、媒体、名嘴、政党，乃至于现退役军警，在我们的内部进行分化、破坏、颠覆等活动。根据国安局的报告，去年2024年。因共谍案起诉人数共64人，是2021年的3倍之多。其中，统促党、富康联盟党、台湾军政府等为中国发展叛国组织、部建武装力量的案例，在民主自由社会令人匪夷所思，但却真真实实存在当前台湾社会。中国更处心积虑对国军进行渗透及间谍活动。去年涉及共谍案遭起诉的现役及退役军人分别为15人及28人，合计占共谍案比例高达66%。66%诶，25个、28个，军人占甲中国斗3工做间谍的，遐尼济，60几%呢？毋知影无掠着的，阁有偌济？这实在是有够恐怖。台湾人哪会？台湾政府哪会拢无真正去处理这样的代志？蔡英文政府的时阵是安怎拢无要处理，就干那要做国际宣传互大家趁大钱拢有通趁，拢会当来趁。这实在是到即摆才要处理这件代志，我感觉真正是有够含。我们更警觉到，中国近来借由广泛核发中国护照，利诱我国人申办中国居住证、定居证、身份证等，企图让台湾人民混淆自己的国家认同。中国也将两岸交流视为对台统战的管道。伊讲要甲中华民国甲中国的认同，就是讲要使人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甲中国的认同，就是其实我感觉这无需要中国来使人。中华民国本身就是一个互咱台湾人头壳歹去的一个体制啦。中华民国伫1945年来的时阵，迄当阵台湾人为着要反日本人，所以认为有一个肖像，一个梦想，讲这个中国的祖国应用的语言、应用的文字，咱拢看有，咱讲话凡世会通，凡世会通啦文字写起来是共款，伊嘛会晓，台湾人嘛会晓，看有拢汉字。所以，迄当阵因就是对中国有一个足大的期待，无实际的幻想。1945年的时阵，都热情甲欢迎。实际上看到因遐的兵仔，就是棉被绑伫伊的身躯，绑伫伊的骹，规身躯安尼凄惨落魄，安尼若像去食安尼，
佫有真侪人替因解说啊，对啦，因迄落内战足侪党啊，所以看起来安尼正常啦，正常啦吼，啊，咱爱甲欢迎，爱甲照顾啦，啊，结果咧，无到2冬呢，1945年到1947年2月28，无到3冬啦，啊，就发生228啦，啊，228啥物原因发生？迄是劣迹1冬外2冬的时间。因为中华民国来到台湾是1945年的10月嘛，因讲光复台湾，啊，毋过敢真正是光复，迄是受人委托代管啦，来代理管理啦。啊，因讲因就骗台湾人讲啊，光复台湾，因知影，哎呦，台湾人你足期待迄个中华民国来甲你接收呢，啊，结果煞毋知影讲，敢若即个接收台湾的即个祖国，伊的现代文明是偏日本搁较倒退路呢，搁较落呢。所以无到3冬的时间，无到2冬啊。1945年10月到1947年的10月，安尼才2冬嘛。所以无到2冬，1947年的2月底，大家就起来反抗啊。啊，啥怎会遐紧？都是因为你这中国政府、中华民国、中国政府带来遮的中国人拢咧学西嘛，拢咧学白母嘛，拢咧霸占咱台湾人的物件，无文明，佮太过学西学白来，甲人糟蹋。系啊，啊语言袂通，这嘛是一个问题啊。伫战前遐个知识分子会因期待讲，哇，这中国的中华民国即个新的中国吼啊，因的文字、因的语言甲咱会相通。因若真正语言相通、文化相通，啊，敢遮紧就会发生228？系啊，这敢无值得咱去思考？对啊，啊，所以迄阵啊，台湾人就对即个中华民国有一个无实际的幻想，想甲足水的，一定安怎安怎，啊，毋过实际上，歹势，头一摆就甲你证明，毋是安尼，你想济啊，过来，即马过一摆，中国利用国际化、全球化，即个时机，啊，摕到资源了发展，啊，搁对台湾人统战，马英九就是一个咱讲马英九就是一个因诚成功的一个例啦。迄款人会当选调总统，伊选调总统了，甲台湾真济政府内底、社会内底原底无甲中国遐尼深的交结，全部自伊伫做总统的时阵甲起做起来。中国人入来啊，偌济间谍位迄阵啊入来，听讲迄阵啊，马英九开放即个成立政党，有足济奇奇怪怪的政党组起来啊。遐个人到底是咧创啥？其实你嘛毋知啊。系啊，伊伫台湾社会内底，甲啥物人交结，甲啥物人伫舞一寡咱私底下看无的代志，啊，甲遐个人甲中国的政府的官员、政府的统战的人，建立因遐交通的管道、资金的管道，这人毋知影。所以自2045年以来，即个中华民国政府就骗台湾人，屠杀台湾人，到即马，台湾人还阁有真济受中华民国教育，伊认为讲即个民主化就是中华民国互你的，中华民国互你有自由，互你民主化。毋过实际上，咱去想看觅，这中华民国互咱台湾人的上大的问题是啥物？就是互你毋知影讲你到底应该爱认同啥物啊？互你毋知影讲你应该爱
台湾人建立家己的国家，台湾有权力、有权利，伫战后爱建立台湾人家己的国家。伊就是一直甲即件代志定落去，暗藏起来，无爱互你知影，无爱互你教，因为若你知，你愈侪人知影遮个代志，你就会甲中华民国扫倒啊，系啊。啊，老总统因为伊即马是做中华民国总统，伊无法度讲啊，大家做起来反中华民国，安尼伊绝对害。伊下骹民进党的迄个人拢免选举啊，对啊，因刷来因就免搁选举啊嘛。对啊，老总统讲中华民国扫个倒啊，所以你民进党的人讲有要扫，要甲中华民国体制扫倒，因台湾人就会甲问嘛，啊因嘛无准备嘛完全无要做即件代志啊。民进党的党工上要紧的物件，就是台湾人爱安怎自主宣言嘛，啊应该即摆拢无要讲啊，对啊，因认为讲我入去即个体制，我做迄个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啊，做到总统啊，所以我就毋免搁舞啥物台湾人爱建国，毋免啊，就用中华民国就好啊，系啊。啊，毋过你看，即马这就是你用中华民国当做你的国家上大的欠点，就是安尼嘛。你甲中国切袂清嘛，切袂离啊。永远就是中国伊讲啊，你中华民国就是咱中国一部分，无毋对啊。中华民国就是为中国走路出来流氓政权啊，所以伊是中国的，中国人创的啊。孙中山共产党即马偌尊孙中山呢？系啊，啊，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的，伊当然要甲你收倒转去啊。你若继续用这个名，用这个体制，伊就是要甲你收倒转去啊，最简单啊。啊，认同中华民国的人，即马讲反共的，伊嘛是认同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啥物人创的？为着啥物人创的？为着中国人创的啊。为着中国人爱甲清帝国即种封建帝国政权杀互倒，伊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现代化的中国，所以才起做中华民国啊。中国人的中国。所以因即摆中国人感觉迄个共产党即个中国袂足歹的，就是拢咧甲因欺负、甲因吞大、甲因糟蹋，所以伊就会噩梦讲啊，我原底迄个呢，我原底迄个民主的中国的噩梦呢，迄个中华民国呢，我才摕倒转来啊！啊，恁台湾人，啊，恁即摆用即个体制，啊，你就做伙甲咱做中国人啊！你就用咱的体制，你就适应啊，你就惯势啊，系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讲你敢若要反共，无要甲即个中国体制，无适合原本毋是台湾的中国体制，你无要甲结束，你就永远甲中国切袂离，就是安尼。在台湾内部区隔敌我，分化台湾内部，削弱敌我意识，并意图架空政府公权力，塑造中国已经在台湾治理的假象，借此扩大对台湾内部的影响力。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持续扩大对台湾的融合发展策略，采取各种手段，要求胁迫台商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利诱台湾青年赴中国发展，且不择手段觊觎台湾人才，窃取关键技术，影响台湾的经济安全，也大幅升高台湾青年赴中国的风险。这嘛是共款的问题啊，就是遮个无历史意识，对过去的历史，中华民国是一个中国外来政权，无即个意识，无认知到即件代志。遮个少年人，伊认为讲中华民国就是我的国家，就是一个民主的现代的国家，就是台湾人的国家，所以对面迄个中国，因的语言甲我阁会相通，伊嘛无去想讲是安怎会安尼？是啥物政策地书讲咱台湾人即马讲的即个话，甲中国人遮尔相像？当然这有现代的问题，现代造成的问题是，咱长期拢看
盗版的中国影片。你看韩国戏剧、日本戏剧、美国戏剧、欧洲戏剧，有真侪网络顶管有盗版的中文翻译的，嘛有迄个所谓的迄个正体字还是繁体字，啊嘛有简体字的，你拢会当看。啊，请问遐后壁翻译的人拢是啥物人？大部分90%拢是中国人。啊，因内底用的字词拢是用中国惯式的语词。吼，啊，安尼你逐工看这个，你是毋是豆豆啊？你有关系讲，这个资源真好，我毋免阁纳钱啊，俗啊！哦，啊内底迄个词啊，我看有啊，迄个字我看有，迄个词我看有啊。你看久了，你就认为，这就是你的啊，这就是你的。翻译的人，你甲感谢，哦，迄个好人一世人平安。吼啊，伊用的字词，你嘛是完全无去思考，无去过滤，你就甲接收，诚做你的语言。你讲话咧用的语言的时阵，你就是中国人啊！这么简单啊！这毋是啥物意识形态，也是迄个政治立场的问题啊！就是遐尼简单。你逐工看中国人做的物件，中国人产生的翻译文字、语言文字，你就是甲中国人一模一样。嘿，就是安尼。啊，过来中华民国的课本内底，伊嘛无特别去甲你教讲你的母语，甲是安怎咱爱讲母语，用家己的母语去生活，去讲所有的代志，去写所有你想头壳内底想的话，无甲你教即件代志，所以你接受中华民国遮的中国文字，伊甲你骗讲这叫做华语，啊，毋过啥物是华语？华就是 Chinese， 中国话叫做 Mandarin。Chinese people Chinese 讲 Chinese 讲 Mandarin， 迄就是一个一模一样，无差别。前差是叫做中国的迄种所谓的中国话，正统的中国话，伊根子较明显。啊，伊的字词，因有应用的字词，啊，台湾的较无咧根子。毋过你若看，你若去参加一寡较正式的活动，还是一寡节目，吼，因顶悬的主持人，拢会调过伊激一个迄个正统的中国腔，讲话拢爱根子。哦，譬如讲，我即马念顶悬，国安高层会议，总统赖清德主持会后记者会，这个叫做 Mandarin， 正统的 original Chinese， Beijing Chinese。啊，台湾人讲就是较无咧根子嘛，因为台湾的迄个台湾有足侪无共的语言，啊，迄个腔口基本上迄种语言拢无咧讲，无咧根子的，较少。吼，台湾人讲的。国安高层会议，总统赖清德主持会后记者会，然后呢，咱毋免特别去更记嘛。嘿啊，这是咱语言本身，这个土地顶悬讲话的人的本身就是安尼。啊，毋过共款头即句话，就是中国人读甲你，台湾人读伊听有你的，你嘛听有伊的啊。啊，毋过咱若是讲台语，还是讲客语，伊无得较听有啊。国安高层会议，总统赖清德主持会后记者会，伊无咧看听有啦，嘿啊，准讲伊是迄款调过伊要做统战的人，因一定会有训练，伊一定爱知影讲恁台湾人讲啥物款话，伊会去学嘛。像迄个有一个国台办的发言人叫做朱凤莲嘛，伊会晓闽南语，因迄叫做闽南语啦。吼，闽南语内底有一寡腔口，真济是迄个甲台湾的台语吼是有相通，讲起来差不多的，有一部分是会使。啊，伊个会晓客语，吼，这两项台湾
较侪人较侪族群咧讲的话，哦，伊会晓讲啊。啊，伊迄绝对是调过去练啊，伊可能就是有人咧整理遮的台湾人安怎讲遮的代志，迄个语言安怎讲，伊会去学嘛。啊，伊是迄为着要做统战啊，嘿啊，啊，其他的人伊无得较听有啊。啊，毋过中国话伊绝对听有啦。讲中国话，讲北京话，也是讲你讲啥物 Mandarin Chinese，伊绝对拢听有啦。上无85%以上，伊听有嘛？因为你甲伊的语言是共款的啊。系啊。这样的中国，已是我国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你看老强调咧讲这时，伊爱叫势力，而且伊佫会讲毋对。敌外、境外到底啥物外？就是伊迄中文的定义，伊爱讲啊，即清楚啦。啊，事实上就是伊安尼讲，迄别人嘛听。啊，毋过咱若是用咱台湾人才听有的语言咧讲的时候，咱听有。中国无你较听有啊，伊佫爱请人翻译咧。我们没有选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作为。这也是我今天召开国安高层会议的目的。对啦，罗清就安尼讲吼，其实迄天伊讲煞了后，就是有真济即个所谓支持台独建国的优质吼，也是基进党的，因就是哦，大家拢足甲学落啊，就哦，终其尾你是甲一句话讲出来，中国就是伊讲境外啦。吼，就是国界，吼国家的界线外口的敌人，吼，伫甲咱相对战的国家的势力。啊，毋过你看，伊无特别去讲国家，伊就讲势力。啊，这是要讲互啥物人听的？吼，咱就会当去想看觅，伊准算讲伊已经甲即个代志讲甲诚明啊，吼，比蔡英文差足济啊，搁进一步，真大一步。毋过伊犹原是爱考虑遐个，伫台湾内底抑搁是认同家己是中国人诶，尤其是二次大战了后才来诶，才会一直想要转去中国，一直想要甲因诶祖国、因诶祖先大做伙，成做共一个国家诶人。因要享受台湾诶自由，台湾诶社会自由，甲迄个好讨趁，吼。啊，毋过伊无要承担迄个责任嘛？伊干那要享受尔，即种就自私自利啊。是我们该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强化我们的民主韧性与国家安全，保护我们珍视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的时候了。以下我将针对台湾当前所面对的5大国安及统战威胁，以及17项因应策略，向大家进行详细说明。第一，这后壁伊讲的项目有够济啦，系啊，咱小听一下就好。在因应中国对国家主权之威胁方面，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正如我在去年520就职演说以及伊讲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吼，所以伊是讲中华民国就是即马台湾的即个国家，伫台湾顶悬即个国家，吼啊，即个国家有所谓的主权。啊，毋过事实上咱爱知影讲，就是台湾的主权应该爱由台湾人来决定，吼啊，台湾人敢有决定家己的主权？事实上是无，吼，事实上是无，咱是受到中华民国来甲咱管理了后，吼，中华民国受委托代理管理台湾的时阵，
甲咱规个食落，吼，甲咱的头人拢掠起来，刣死了，知识分子拢死甲差不多啊。所以有才调反抗，有才调主张的人，拢互因掠起来，无就是互因按捺落去，吼，毋敢阁讲话啊。所以咱都无阁继续主张，咱应该爱独立建国，独立建国。有遮个主张的人，吼，廖文艺，吼，陈志雄，吼，遮个人其实拢伫白色恐怖的时阵。吼，主张讲咱爱228白色恐怖迄期间，吼，主张讲咱需要独立建国，啊，尾手就拢无法度阁讲啊。吼，这是一个足悲哀的代志。啊，毋过这咱爱知影，台湾人的主权也无决定，咱原本想要爱家己的国家。啊，毋过中华民国就甲咱遮的主张，甲主张遮的人，毋是刣死，就是叫因来个讲话，互因毋敢阁讲。啊，即马咱阁起来讲，啊，毋过你看伫遐发声的人，因敢真正要建国，真正要独立？无啦。我想因要爱的是，就是足侪人甲支持去买伊的物件，参加伊的活动啦。啊，甲捐钱啦，啊，叫伊要爱真正舞独立建国的工课，简单啊！要独立建国，你就是爱主张讲中华民国应该结束啊！你爱去要求民进党政府中华民国爱结束啊！你爱去要求公开主张去要求政府，即马执政的你若是台湾人，你就爱赶紧甲中华民国即个体制、即个政府宣告伊结束。吼。体制啥内底规定啥，迄有诶，若好诶，会当维持即个社会稳定诶，你会当继续用。啊，毋过主要诶一寡问题，教育诶内容，吼，你官方诶文件，你着爱拢用台湾啊。就是你若主张讲独立建国诶人，你爱去要求政府，要求即马执政诶人，讲你爱做即件代志，你爱。每一摆选举，你拢爱加做一寡代志，你拢爱一直甲即项物件愈来愈甲做好完成。安尼才对嘛？安尼才真正是独立建国嘛？啊，毋过实际上即马大部分咧画独立建国诶人，拢是迄落我摕迄个旗仔出来，我发声讲我支持独立建国，我支持言论自由。后一步是啥？大家来参加我的活动，大家来捐钱每年我个继续办，就安尼。敢有几个人敢去要求讲政府，你爱紧甲中华民国即个体制结束啊？无嘛，无人敢直接安尼讲嘛？有几个人？我是无看到几个。当时国庆谈话中所指出。自1996年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我认为讲，这件代志毋是袂使做，嘛毋是讲这是啥物反民进党，咱毋是要反民进党，咱是为着要独立建国，咱是为着台湾人400年来，甚至搁较久发展以来，咱的愿望嘛，咱一直拢互人实面，互人外来的。政府政权是迄落以早是迄落生理人嘛，西班牙、荷兰因是来做生理的，只是讲因有军队，所以因会用类似统治的方式，尾手是真正是政治的实面嘛。咱的愿望就是一直要爱有一个家己的国家，即个国家咱会当起做家己的军队、家己的体制，保护咱家己的人、家己的资源，就是咱要爱这，那咱要爱这的时阵，当然就是爱。独立建国，莫阁用外来政权的物件、外来政权的体制，还是外来政权的观点，系啊，所以这毋是反民进党的问题，迄是咱去要求台湾人去抢即个政权的人，去要求因讲好，你即马摕到政权了后，你爱甲即个政权结束，因为即个政权伊原底就是外来的，名也好，伊的体制也好，伊的法律、伊的宪法。在制定的时阵，伊的观点就是中国人观点啊。
准讲是日本人互咱的自治权好啊。咱若甲日本杀好倒，日本人战败时，咱嘛是爱甲即个制度，咱爱去检查讲安怎写、安怎规定，才是徛伫台湾人的观点来立即个法、立即个规定，就是咱爱去思考即件代志，思考讨论，过来就是制定，系啊。所以咱要求出来主张讲，咱爱独立建国，你即种政府，你爱去甲中华民国结束即阵代志，咱毋是要反民进党，咱是要求台湾人去摕到政权了后，咱爱搁逐摆拢爱搁进步，搁进一步去甲中华民国结束，去做建立咱台湾人家己的政权。安尼意思是爱安尼嘛？毋过你若变做讲，我摕到政权了，我就是老神在在啊，我政权摕掉，权力嘛有啊，我就无要改啊，我就继续用啊，名嘛免改，体制嘛免改，甲中国的关系嘛免考虑。或者我摕到中华民国，我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毋免搁处理迄个所谓的甲中国政府的所谓的属关的关系。爱处理啊，这一定爱甲切断啊！若无遐黄埔的，逐工伫遐讲哦，我迄当阵来的时阵，我就是要守护中国，要保护中国。我即马甲中国政府徛做伙，就是因为恁民进党的人，恁遮的拢是反中国。伊是安怎会去甲阿强徛做伙？伊会当安尼解说啊！你民进党的，你根本就毋是中国人啊！你无认同你是台独的。你是反中国的，所以你摕到中华民国政权，你基本上在做的代志就是反中国，反什么中国？反中华民国，反真正正统的中国。伊安尼想完全的合理呢，我感觉完全合理咯。伊安尼，毋管伊是家己安尼，家己想家己对，还是讲阿强啊家己安尼洗脑，伊完全合理，伊无毋对呢。你若无解决即个中华民国伊本身伊的 existence 伊的 being 的问题，你永远安尼讲拢会通啊！阵你若是一个台湾人家己建立的台湾政权的时阵，歹势，这是咱台湾的代志，台湾人家己去做的，甲恁中国无关系。中华民国迄咱已经甲结束啊，迄个外来政权咱已经甲结束啊。歹势，你要整，你家己去处理，这无咱的代志。其实会当完全就是安尼处理就好啊，毋免搁甲因的观点、甲因的历史的观点，搁伫遐咧高甜，切袂离，完全毋免呢，对无？有要做无？无啦，即摆民进党的支持者嘛无要做这啊，因感觉这无利益啊，而且搁会产生冲突，搁爱开足侪时间甲民众沟通，甲因说服，吼，搁爱说服遐抑搁认同中国，还是讲抑未决定讲哦，我敢要做台湾人，还是讲我认同的台湾人是，我嘛是中国人呢，我嘛是中华民族呢。你爱去甲因说服，民进党的支持者无要做这啦。伊讲这是恁遐什么小党啦，什么做台独的人才去做的代志，这无咱的地带啦，咱就用中华民国就好啊。民进党的支持者是安尼呢，即马拢是安尼，我反共，我是台湾人，我反共，毋过我以为是中华民族，安尼头壳歹哦。宣誓就职以来，已经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国人及国际友人称呼我们国家为中华民国台湾或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主权不容侵犯并吞。我想啦，就是咱毋免去讨论到讲什么名词的定义啦，吼，就简单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凊彩叫一个来台湾学中国话的外国人，请问，你看到即两个国家的名的时阵，你敢会误会？
头家兄，你敢会误会？因这有可能是同一个国家，是讲因遮的人是共款一款人，两个国家。共款一款人，这个意思是啥物意思？同文同种嘛，这就是阿强的迄个理路，就是安尼啊。你若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的人做伙时，恁讲话阁会通呢？所以恁就共一种人啊，恁用共一种语言呢？恁是毋是共一种人？美国人甲英国人徛做伙讲话时，你敢会讲恁是共一种人？袂啊，袂嘛，嘿啊，就是安尼嘛。韩国人、北韩的甲南韩的，因徛做伙的时阵，你会讲因是共款拢是韩国人，只是国家无共，对无？因是共一个民族的。咱会安尼去想啊，当然因家己本身敢有安尼认同，迄是另外一件代志。就讲咱去看北韩的人甲南韩的人，是互相认同因家己的迄个国家的。因徛做伙时阵，你较济就是讲你是支持北韩的迄个共产党政权的，你是支持迄个南韩这个民主政权，毋过恁拢是韩国人，是朝鲜民族，这就是中国要爱的。伊是进一步，伊阁要爱甲你统一。这个观点，中国嘛是，就是爱安尼，伊是用这种观点要甲台湾人统一，要甲你的脑。甲你的认同全部拢洗做，你就是中华民族。台湾人敢需要这？就是我要问的，就是讲台湾人敢需要这？你民进党的支持者，你敢需要这？就是讲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较根本的问题啦。你若这若无想清楚，你讲你支持民进党，毋过你敢若反共，你要阁继续用即个语言、即个文化做你的主体，毋免阁换一个国，毋免去做家己的国家，安尼到底是咧创啥？我傻无？民进党原底初衷是啥？伊侵头仔的理念。是要创啥？敢毋是要建国？若毋是，我毋知影讲是安怎你要爱咱遮的台独的支持台独，还是讲一世人咧追求台独的人一定爱支持民进党？就是当然我知影无民进党扣起民进党无一个搁较好的政党，甲组织会当执政啊。毋过你爱说服，是你爱说服。恁遮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你爱说服咱遮的人，徛去恁遐投互恁，毋是你一直甲阮屁想，讲你安尼是咧配合中国，你安尼是无爱台湾，就是安尼讲袂过啊，系啊，是恁爱说服咱。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这就是我们要捍卫的现状。台湾社会最大共识就是捍卫民主、维护主权，以及守护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坚决反对台湾被中国所并吞。伊安尼讲无问题，而且我感觉伊安尼讲就是大部分人会当接受，毋过就是有一寡较有的所在，咱其实嘛是需要去想好清楚啦。就是讲，咱要保护的是咱的主权，咱的主权是还未决定，因为咱即摆抑阁是受外来政权实名统治。为什么叫做实名统治？因为这个政权使用的官方语言，毋是咱的语言。过来，伊来的时阵是受到联合国委托，毋过依煞伫即个土地顶悬做无合法的代志，违法。调集兵啊，叫台湾人替因去战争拍内战。这是一个。过来就是
伊伫台湾大屠杀、清乡，搁白色恐怖，遮个代志拢是违法的。即个政权伊做遮尔侪代志，伊是外来的，伊对咱做遮个代志，所以咱真简单，对即个政权，咱毋管安怎，咱终其尾是爱甲伊结束。咱一定爱起造咱台湾人家己的国家，就是这是一个足基本的、要安怎讲，就是一定爱做的代志啦。你所有支持民进党的理论想法，你若无甲这当做你上主要的一个目标的时阵，其实你尾手就是拢一直咧想要爱选票尔，对啊。民进党即马大部分拢是安尼嘛，偌清着伊即马是安怎伊会讲甲愈明，迄是因为伊若无安尼做。台湾内底就全部拢中国的间谍啊！中国要战，伊若要发动战争，伊嘛毋免真正军队真正毋免真正来啦。伊就叫遐内底人甲你舞啊，规个社会乱糟糟，伊就直接宣布讲台湾遮尔乱，我依持台湾的社会顺序，依持台湾社会稳定因为我是就伫你边啊，所以我替你来。依持迄个社会顺序，安尼就好啊。伊用即个理由就会使来啊。我讲真诶啦，就是当然你会感觉这足含啦，毋过事实上就是伊若是甲你规个社会像台中安尼，逐工拢咧跳楼自杀，逐工伫遐毋知安怎死诶，枉死诶，遐尔济代志，规个社会足乱啊，逐个拢足惊吓啊。一定会有人起来反抗，还是讲一寡起来相拍，是甲迄个警察战嘛？咱拢有看美国迄个迄个 Batman 嘛，夜波劫当你的社会发生即种足奇怪的代志，大家拢感觉足喊过的时阵，就是会足乱嘛。若规个社会拢互因母甲遐乱的时阵，阿强的军队就会当直接来啊。因为美国嘛袂来甲你斗相共嘛，对无？美国遐无管到遮啦，嘿啊！毋过中国伊就是一直伫要找一寡理由，送伊的军队甲兵仔来到台湾，嘿啊！中国即摆已经咧做的呢，你若有看国际新闻，就是中国已经甲因的迄个所谓的警察派去到欧洲的国家。有一寡国家甲伊签约定，就是讲你的警察会当来阮遮，就是管理。欧洲有管无？还是非洲国家，就是伊有在做即件代志。原底我会记得是毋是意大利伫疫情的时阵，伊敢若是有甲意大利签，还是尾手是无正安怎？再搁看者，伊已经有咧做即件代志啊，而且有诶所在是会当安尼，佫真正是有派因诶警察。若无遐诶政府若是无同意诶，伊可能私底下就派迄个秘密警察遐监视。这绝对是有啦，我是相信绝对是有啦。台湾内底，我想一定足侪进前。台中迄个百货公司爆炸有无？其中一个死去的，对啊，敢若是其中一个死去的，就是中国的警察啊，伊有中国的警察的身份证啊，系啊，伊有迄个身份的款啊，系啊，迄敢若是一个啦。你看到一个时阵，你就知影讲后壁有足侪啊，绝对是安尼啊，对无？策略一，请国安会伊这后壁就是遐细细念恶意企图。那你觉得说，如果言论自由不能媒体教育活动，增强对统？咱即马就来看伊后壁，就是记者提问，记者提问就是问伊讲，伊头前才讲的，记者有啥物问题？咱来看这。难行。第四，拒绝参加对抗统化
扮演大家。谢谢总统。继续，我们要开放媒体提问。今天半小时的记者会预计开放3题的提问，也请大家循惯例在举手之后，先告诉现场的朋友们所属的媒体平台以及姓名，再进行提问。首先，第一题，东森的袁春。总统午安，东森新闻记者张远春提问。总统想请教您，刚刚有谈到中国统战以及渗透加剧，那近期有中国籍的配偶是在网络上谈到了这个武统台湾的言论，那他也是被撤销了这个居留许可。那您觉得说这也是统战的一部分吗？那其实国台办也是批评说这有点。伊即摆讲这个问题，咱后壁咱等下会讲啦，就是讲这个嫁来台湾的中国人查某的吼，就是嫁来台湾了后，伫台湾啊。一直讲一寡我要甲中国统一啦，台湾就是爱量早爱投降啊，啥话即款的讲即款话啦。伊家己可能用 TikTok 还是迄个 YouTube 直播，我毋知啦吼，还是讲用伊的社交媒体在讲遮个代志，因为伊可能来遮嘛无好讨趁，还是安怎，就是靠即种做直播的方式要趁钱。伊的群众我嘛毋知为倒位来，因为若是用 TikTok， 迄有可能拢是为中国来，因为亚洲的 TikTok 都是中国遐咧管的，迄就变遐美国遐嘛知嘛，美国遐嘛是嘛，伊嘛有法律的问题，所以伊伫迄个顶悬讲即种话，伊会有足侪中国人、粉人啊，还是讲受中国官方支持的才会口做来甲管钱，伊会当为即种方式趁钱，所以伊有市场，伊伫台湾，伊嫁来台湾，摕到台湾身份证了后，伊佫讲即种话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伊到底是咧，你准算讲你无即种政治意识啦，你到底咧创啥？你讲即种话对台湾是有帮助，还是咧害台湾？系啊，这就是我讲的，中国人伊甲台湾人真正价值观无共，伊生命经验嘛无共，所以你要叫咱台湾人接受伊，你哪会无去要求伊爱接受，伊爱知影咱台湾的价值观是啥物，伊爱配合啦。你是嫁来台湾，你有你个人的认同的主权无毋对，你要讲啥？你有言论自由无毋对。毋过你来到台湾讲即种话，害台湾，安尼敢对？安尼敢无问题？系啊，就是这后壁咱会讲啦。继续看。是在打压他，那也有人认为这是言论自由的范畴。那您觉得说，如果言论自由不能无限上纲的话，有什么样的红线或是定义吗？谢谢。鼓吹战争、仇恨和强暴罪行，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国人，不是言论自由，是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明确规范的犯罪行为。政府为了保护国人、保护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就要去做。我们也都很清楚，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多年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来到台湾，包括从乌克兰来的瑞莎，她带着台湾的小孩走上国际体操的殿堂，还有刚离开我们来自美国的彭蒙慧老师，用一辈子投身台湾的英语教育。那还有来自美国的高博凯，在篮球场上为台湾争光。另外也有来自法国的白台瑞教授，他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之一，现在正带领台湾的学子在进行生医领域上面的研究。我们特别要强调，不管来自哪里或者是什么样的族群，只要认同这块土地、热爱这块土地，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都会欢迎他们，而我们也都是一家人。好啦，这就讲啊真明啦，吼，就是你若认同者，你就莫伫遐讲遐有奇奇怪怪的要害台湾的话嘛。就上简单就是安尼嘛，你为倒位来拢会使啊。
就是安尼嘛，系啊。还有提到相关的查公务员的这个大言承轩，那想请教一下，因为行政部门最近有开始清查公务员的这个有没有大陆身份证的相关的问题。那因为您刚才有提到相关的，就是希望接下来行政部门有相关的作为嘛。不过现在就是有学者质疑说，这个部分的话是有违宪，并指出说陆委会的要求是超过现行的两岸条例，而且这一波的清查还范围扩及到了公社的财团法人以及公营事业，那也引起部分的基层反弹。不晓得说这部分总统怎么来看？谢谢。军公教服公职对国家有忠诚义务，特别是国家面对来自中国的文攻武吓、统战渗透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对军公教人员做出清查，这是有其必要。这个我也有听到不少公务人员的反应，认为这是提供机会给他们对这块土地表达他们的爱心。我感觉伊这个回答袂歹，嘿，因为咱讲到这个议题时，当然我嘛会就生气啦。毋过就是伊的回答就是讲，伊嘛有听到另外一边，就是讲，这军公教的，伊听到讲咱要来看讲来调查讲，就是有偌济人你有中国身份证的。你若有中国身份证，你就袂使阁做公务人员啊，嘿，来取消啊，就是取消中华民国国籍，你就等于中国嘛，你就去做中国人嘛。若无你就要放松遐个中国的国籍嘛，我感觉就是伊提出的解说理由，就是讲伊嘛有听到另外一边，就是讲知影讲即摆要来调查的时阵，伊就讲安尼这真好，我会当表示讲，就是我就是爱台湾，无要做中国人。我感觉伊讲即个来做反应，还是讲算是讲对即个问题的另外一面的观点，我感觉这真好。所以你若做公务人员的时阵，当然你是入去即个政府即个体制内底，要服务即个社会嘛。真正讲，咱即摆讲，你这是外来政权。毋过你即摆你无中国遐，你无土地啊，上济就是金门妈祖嘛，系啊。你即摆就是即个体制，伫即个土地顶悬，你要做公务人员，你就是爱服务即个土地嘛。你无可能讲我做中华民国的行政人员、公务人员，我服务中国，这其实足奇怪，因为迄个土地即摆毋是你的管区，迄个土地毋是你要服务的对象，所以这是正常，就是一个足简单的逻辑。你做即个土地顶悬的即个政权的公务人员，你就是爱服务即个土地，你无可能去服务中国，服务要甲即个土地欺负的政权，这是真简单的逻辑。所以我感觉伊安尼讲就是，这根本就毋是问题。伊遐尔简单回答的。迄个逻辑就是讲，这毋是足大的问题啊！你伫即个土地顶悬的政权服务，你就是爱服务即个土地，就是遐尔简，无遐复杂。嘿，我感觉伊安尼回答是赞。好，是第三题，ET 的本和在第一排。总统你好 ，ET 时代的陶本和，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总统也有提到说，最近有部分的台湾艺人。跟媒体的集团二代有在网络上传发一些中国的官方文宣，那内容上主要是称我们不是一个国家。那过去总统上任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说，希望国人能够体谅。那这一次总统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另外就是说，国台办最近也有批评民进党政府针对这件事情说，针对台湾政府对台湾艺人的查处，那是剥夺思想自由。那请教总统，你会怎么看待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面，利用或操作言论自由的行为？谢谢。这记者本身的问题问得真好啦。我们是很清楚，就是台湾的艺人在中国发展事业，在中国的压力之下，的确有不容易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希望在中国发展事业的艺人，也能够尊重
国家利益，对还有啊尊重这块土地上人民的感情，那也要珍惜这块土地曾经生养他们，让他们具备现在的表演专业。对啊，这嘛是一个足简单的逻辑啊。其实我感觉就是伊这个逻辑就是拢是迄种，你毋免用啥物足深的政治的思考，还是讲用啥物理论，毋免啊，就是即马对面你要去发展的迄个国家，当咧甲你出事、甲你照顾、甲你请用的土地、社会，咧欺负、咧糟蹋。啊！你要去遐发展，你搁爱配合因做披想家己的国家、家己出世的即个社会的话，你搁甲配合，安尼你敢会感觉足奇怪？就是这本身就毋对。若准对方是一个相对民主的国家，因为这状况可能无啥可能。准算讲因遐嘛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伊甲你要求的时阵，你应该爱拒绝。正常人拢会觉得，你哪会叫我去批评我家己的国家？安尼毋对啊！就是这是一个基本做人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尔呢。啊，你愿意去配合啊？讲即种话，你搁要爱转来用健保，搁要转来享受遮个民主的生活，啊，你搁要趁遐个钱？安尼你足自私，你知无？你敢袂感觉讲你家己足自私？就是你敢若为着家己好尔，为着家己要趁钱，你有无去想着讲啊？我安尼讲对台湾的人会有啥物影响？系啊，你这就是干那自私尔，就像迄个啥物范玮琪啊，迄款的啊，对无？啊，最近毋是迄个吴康仁走去中国啊？讲啥物啊？台湾遮无啥发展啊！啊，即摆买手嘛是搁点转来，系啊，因遮人，你在创啥？迄张韶涵嘛是嘛？系啊，我知影迄个林志玲以前嘛捌安尼。林志玲诶，拜托诶，林志玲因兜毋是听讲是啥物就支持民进党，就支持台派啊？查某囝为着要趁钱啊，嫁一个日本人了，就讲安尼讲就叫是讲安尼会当闪过咱对伊批评哦。啊，敢会想啊伤水？系啊。一定要共同珍惜国家，珍惜这块土地，珍惜我们生活的民主自由的方式，这个是最好的解决方式。那至于国台办的说法，这个陆委会已经有评论过啊，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感觉伊安尼回应真好，就是啊，国台办是伊迄个伫中国吼，伊的迄个勘站，迄个政府单位的勘站。无需要总统来甲回应啦，啊，这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美告啦，就是讲，你要爱我回答你的问题，上无你爱是总统啦，啊，中国敢有总统？伊迄总统敢是人民选的，就是伊是用即种方式去处理啊，所以国台办伊甲透过即种回答的方式，甲国台办即个单位伊的勘站甲伊降落去啦，就是讲。中国遐要操作，就是讲国台办的发言人就会当直接甲你总统对话，所以你总统嘛无算啥啦，就是伊要操作即种感觉啦，嘿，啊，所以老总统伊就是讲哦，安尼，所以国台办迄份迄个刘委会来处理就好啊。啊，刘委会这实际上咱嘛感觉刘委会这实在是足老的一个组织啦，啥物叫做大陆委员会，就中国委员会嘛。处理甲中国的关系嘛，啊，还讲啥物大陆，啊，你敢要处理美洲大陆的代志，还是欧洲大陆的代志，还是迄个啥物澳洲大陆？敢有处理到无共的大陆？无啊，啊，就中国啊。所以其实陆委会你就改做中国委员会就好啊，中国事务处理委员会嘛，系啊。你敢安尼，毋是足清楚？
毋免搁伫遐什物两岸，什物大陆，伤含对无？中华民国体制就是安尼，伊拢用即种互你沙无，互伊较好操作，互伊会当黑白解说即种号名，对无？所以，搁一个理由，中华民国是毋是爱结束？迄个体制是毋是爱结束？是，因为时间上还有余裕，我们是不是现场再多开放2题？中央社的桂香。总统你好，我是中央社记者温桂香。总统，我想请教，今年您刚有提到，就是说今年是那个2次世界大战80周年，那明天呢也是中国纪念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所以我想要请教总统的就是说，今天预料呢，大家观察明天大概全国人大委员长，甚至说可能提高规格，由中共总书记亲自来发表谈话。那谈话的内容也预料可能是重申惩毒，甚至强化文攻武吓。想请教一下总统，就是说国安高层会议是否就此情势有做一些研析或应对的方案？谢谢。好，今天的国安高层会议，刚刚我已经说明，是为了因应来自中国以并吞台湾为目标的渗透统战，针对各类型威胁，以积极作为来确保国家主权，确保国人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受到危害。因此我们才召开这个国安高层会议。不管明天中国举办何种活动，由谁来举办，我都非常希望透过今天的台湾的国安高层会议，能够各部会政府各个单位都能够更加凝聚积极的做法，也让国人能够了解，更进一步了解中国不管他说什么，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我也非常希望能够跟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对，我讲伊的回答拢足简单，就是讲你要要甲扇喙皮，就是直接甲扇落就对啊，免解说遐济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就是我毋管你即马中国伫国际上甲记者讲啥物话办啥物啥物说明会，还是讲因开啥物会，伊拢足简单嘛。对台湾讲到台湾的代志，伊就是毋管安怎，伊就是要甲你食落，伊就是要甲你欺负、甲你吞踏、甲你糟蹋、甲你拍，用各种方式甲你拍、甲你渗透、互你乱，就是伊的目的足清楚、足明显的。所以用上简单的逻辑、上简单的方式去理解就会使啊，因为因已经做足久啊，而且迄个应效嘛已经有啊，所以咱即马就是用上简单方式去知影讲好，咱就是甲定性啦，这个叫做定性啦，就是讲伊就是咱的敌人，所以毋管伊安怎讲安怎做，伊的目的就是要爱咱，互因食气，还是要甲咱欺负甲咱拍、甲咱糟蹋安尼，甲咱渗透，互咱乱。遮个代志拢足清楚了，其实咱毋免讲遐济啊。系啊，因讲啥物就好，咱知影看讲因想要安怎做就好啊。因后一步会是啥物，所以咱要安怎反应，就是即马因咧做的，罗清德伊咧做的代志就是安尼，所以先甲伊的遮个做甲国安相关的人，遮个单位，先甲因大家拢讲好势，知影讲好，刷落来有啥物状况要安怎反应，就是讨论遮个代志就好。伊头前遐有讲几啊点，我想就是若是台湾人会听有我咧讲啥的台湾人，你就看新闻，就有足侪所在拢有人甲你整理啊，就是伊讲话内容。咱刷来继续听啦吼。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开放最后一题，自由的陈瑜。总统好，我是自由时报记者陈云。
那我想请教总统，就是您刚刚有在谈话中把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那会不会担心这样的用词升高双方对立情势？好，谢谢。我们是民主国家，作为区域负责任的一员，台湾从来都不会是升高情势的那一方，而是致力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力量。而因为根据我国的反渗透法的定义，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指的是和我国交战、武力对峙，或是主张采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国主权的国家、政治实体或者是团体。因此呢，根据这么多年来中国对台湾所进行的文攻武吓、统战渗透，其实可以清楚看得出来，完全符合反渗透法的定义。中国是台湾境外的敌对势力。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毋过较拍算是伊用的是反渗透法，反渗透法。啊，即个法律就是伊有一个期间呐，就是讲有选举期间啊，敢若是选举进前还是偌久，就是这我无特别去研究啊。毋过就是伊即套法律的定义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啊，毋过进前2018年迄阵啊，应该2019，迄阵啊，就是基进党基进党甲迄当阵迄个即马湖兴学院的2位迄个创办人，迄个何登辉甲辛碧阳甲因阁有迄当阵阁有一个尤美女甲林静怡，即几个就是有的是学者，有的是政党，啊有的是民进党的委员，就是迄阵啊，因就是有要杀即个所谓的代理人法，啊全名叫做境外势力透明法，啥物迄名就长啦，啊简单讲就是代理人法，啊啥物是代理人法？就是讲你的资金是为外国投资啊，来到台湾做宣传的代志，毋管是做生意还是任何，就是正做广告要宣传的，你的资金来源拢爱公开，拢爱透明，就是遐尼简单。代理的嘛，台湾迄资金为外口来啊，台湾是啥物人咧做啊？资金是为外国的倒一间公司，啊，迄个公司伊会设伫倒位，遮个资讯拢爱公开，拢爱互观众看，实际上看到的人，拢爱互因知影。迄当阵就是要做这，啊，啥物要做这，就是因为美国甲澳洲拢有即部法律，虽然讲无共的国家有无共，了啊无共的规定，毋过就是迄个原则就是安尼。为外国来的，毋是咱家己国家的广告，资源为倒位来，啊，公司是啥物人，负责人啥物人，迄拢爱公开，拢爱互人会当足简单就找着，就是这法律会当避免着，遮会做广告的国家是要甲你的要破坏你的国家体制，啊，平常时就是讲，毋是要甲你相争的国家。伊投资的，迄就变做是讲，我想无我知影这物件是啥物人支持的，啥物人制作，还是讲啥物人伫拍这个广告，想无我会当知影。譬如讲，我若是迄落 iPhone， 伊就爱写讲啊，伊迄个公司是倒位啊，是倒一国家的，啊，这基本上因为这就出名，所以咱知啦。啊，要找嘛就好找，啊，毋过就是一寡。无伫靠我毋知就要伊啥物物件，我想要知影讲即个物件是为倒位来的，是倒一间公司做的，还是讲啥人放即个广告互我看啊，互我想要去买，这拢会使透过代理人法来处理，要求爱公开。安尼中国若要支持一寡网青也好，还是要调过伊。卖一寡足老的物件，内底有藏
中国的监视的设备，吼，拢会当找着。啊，毋过就是迄当阵就是无要处理，吼，民进党迄当阵迄个立法院的调集人就是迄个郭建明嘛，伊就讲啊，迄当即台湾还阁有足侪台商伫中国啊，安尼伊的资金。若是要透明，伊可能就无法度做生意啦，就是顾虑到一寡即款类似的代志啦，所以伊就无要送。啊，就讲啊，反渗透法就会使啊。若是真正有效，袂到甲即马，还阁安尼，嘿，啊，这实在是，啊，毋过即马老清着安尼讲，就是伊就是用反渗透法内底定义去决定来公开说明，吼，讲中国就是法律内底定义所谓的境外对敌的势力还是国家安尼，对，安尼讲真好啊，就是足简单嘛，要理解，互民众听有。直接会当理解，会解说，安尼就好啊。上无咱知影咱啥物人咧甲咱欺负啊？系啊。是，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我们的记者会到这里结束。好。